主禱文禱告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主耶穌，感謝你，你是彌賽亞，你是大君王。感謝你用你所流的寶血買贖了我們，使我們脫離了撒旦黑暗的權勢，使我們脫離了罪惡的捆綁，使我們脫離了神憤怒的審判，而得着了救恩的喜樂、自由和平安。我們要靠主常常喜樂，要叫眾人知道我們謙讓的心。主已經近了。主耶穌，求你教導我們應當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着禱告、祈求和感謝，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。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神啊，感謝你，因你賜我們權柄作神你的兒女，因此我們呼叫神，你是我們的阿爸父。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，我們是神的兒女。父神，感謝你與我們有一個親密的關係，因着神，你是我們的天父關係，我們很需要天父你的同在，參與我們的生命和每一天的生活當中。我們很需要天父你的愛、關懷和眷顧。天父，你是我們心靈的需要，你是我們生存的需要。感謝父神，你首先愛我們才能愛你。我們稱呼神，你為我們的阿爸父，因着你對我們的愛及親密關係，而不單是一套宗教規條信念。感謝天父，你更賜給我們有一個屬靈大家庭，我們都是父神的兒女，在基督裏是弟兄姊妹，並不分猶太人、外邦人、自由的、為奴的，或男或女。因為我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。主耶穌，求你教導我們在教會裏弟兄姊妹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，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我們一樣。要從我們中間除掉一切苦毒、惱恨、憤怒、嚷鬧、毀謗，並一切的惡毒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們眾教會摒除一切宗派之別、門戶之見，放低所有排外之驕傲心態，因為我們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，我們是神大家庭的弟兄姊妹。神，你是我們的阿爸父。主耶穌，求你使我們合而為一，像父神與你合而為一，使我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，叫世人知道天父差了你來，也知道天父愛我們如同愛主耶穌一樣。父神，求你光照我們的心眼，認知你是耶和華，在天上的寶座坐着為王。洪水泛濫之時，耶和華在天上的寶座坐着為王。耶和華坐着為王，直到永遠。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你的百姓，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你的百姓。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們，不看環境，不看自己，不看人，只仰望主耶穌，必能一直平安到天家。因為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在上面的事，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。我們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為我們已經死了，我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。主耶穌，求你教導我們思念凡是真實的、可敬的、公義的、清潔的、可愛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麼德行，若有什麼稱讚，這些事我們都要思念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們在這個世上生活，首先向上與天父有一個美好親密的屬天關係，然後我們在地上也必會與別人有美好的人際關係。感謝主耶穌，我們雖然活在世上，但我們不屬世界。求你幫助我們，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體的情慾、眼目的情慾，並今生的驕傲，都不是從父來的，乃是從世界來的。
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。主耶穌，你是真葡萄樹，我們是枝子，因為離開了你，我們就不能作什麼。求你幫助我們，藉着每日讀經、禱告、敬拜你，與你緊密相連，與你有一個美好的親密關係，使到我們能夠去結果子更多，叫我們的果子常存。主耶穌，求你使我們不要離開了你，因為我們作為枝子，不與你親近相連，就得不着生命的滋潤，餵養而枯乾失敗，迷失在世界中，受迷惑，失落在魔鬼的手中。一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天父啊，我們人生生存的意義，首先是要敬拜讚美你，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神，你是配得榮耀、尊貴、權柄的，因為你創造了萬物，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創造而有的。當我們每天敬拜讚美你的時候，你的同在、你的生命、喜樂、能力、平安就充滿我們的生命，使我們在不住的敬拜你，而改變成為主耶穌的樣式。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，使我們凡事謝恩，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定的旨意。天父，我們當稱謝進入你的門，當讚美進入你的院，當感謝你，稱頌你的名，因為耶和華本為善，你的慈愛傳到永遠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代。感謝父神，你是聖潔的，我們以聖潔的裝飾行為敬拜耶和華，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你。我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。你是用以色列的讚美成為寶座居所的。天父啊，在我們的生活中教導我們每天都要敬拜侍奉你，求你幫助我們每天生活，不要尊崇侍奉金錢、名利、權位、事業、學業、感情、婚姻、興趣嗜好等，教導我們尊主為大，以神為首，在我們生活當中，叫我們不可停止聚會，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，倒要勸勉。既知道主來的日子臨近，就更當如此。天父啊，感謝你，當我們敬拜讚美你的時候，你的同在就臨在我們當中，你的同在就彰顯在我們當中。有神的同在，我們就不怕任何艱難困境。我們要敬拜讚美神，神與我們同在，神興起，我們的仇敵必要四散。我們要敬拜讚美神，神就必與我們同在，使我們打敗仇敵，解決困難問題，使我們不要怕，不要驚慌，使我們大大得勝，得勝有餘了。天父啊，求你教導我們不要忘記我們何時親近神，神就親近我們了。求你教導我們在任何困難當中都要敬拜讚美你，你必與我們同在，不丟棄我們。藉着我們的敬拜讚美，可以攻破仇敵屬靈堅固的營壘。我們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因為神呼召了我們，你必與我們同在。有神，你與我們同在，我們必能得勝，凡事亨通興盛。求神你與我們同在，正如神你昔日與約瑟、摩西、約書亞、但以理同在一樣。我們敬拜讚美神，我們必能從困鎖中得釋放、拯救及得勝。因着神對我們的愛，叫我們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愛是永不止息的。天父啊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我們感謝讚美神。主耶和華自有永有的神啊，我們感謝讚美你，因你是從亙古就有的神。你是無始無終不變永恆的神，你是啟示摩西知道你名的神。主耶和華艾路謙的神，我們感謝讚美你，因你是創造者，你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。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你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你的，野地的走獸也都屬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是你的。願天和地、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動物都讚美你。主耶和華何珊奴的神，
你是造人者，來啊，我們要屈膝敬拜，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。主耶和華艾揚的神，你是至高神，天地主，使亞伯拉罕得勝的神，一切豐盛都是從你而來。我們獻上所當納給你之供物，願你悅納。靠着至高神與我們同在，我們能捆綁壯士，搶奪他家中的財物，成為神賜給我們的產業。主耶和華亞當乃的神，你是我們的主，我們是你的僕人，願意忠心順從侍奉你。主耶和華艾奧林的神，你是永生神，感謝你賜給我們永生。我以認識我主基督為至寶，認識耶穌基督就是永生。主耶和華齊根奴的神，你是公義的神，感謝你賜給我們在基督裏的公義。主耶和華沙龍的神，你是平安的神，感謝你賜給我們有平安。在世上我們有苦難，但你已經勝了世界。堅心倚賴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為他倚靠你。求父神的平安充滿我們的心，來引導我們每天的生活，遵行神的旨意。主耶和華艾揚的神，你是賜福給我們的神，感謝讚美你。主耶和華羅爾的神，感謝你是我們的牧者，我們必不致缺乏。主耶和華以勒的神，你是預備者，感謝你賜給我們一切豐盛的供應。主耶和華拉法的神，你是醫治我們的神，我們願意留意聽耶和華神的話，又行你眼中看為正的事，留心聽你的誡命，守你一切的律例。主耶和華尼西的神，你是我們的升旗，我們的得勝。有人靠車，有人靠馬，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。我們何時舉手禱告，就何時得勝。讚美主。主耶和華沙碧奧的神，你是萬軍之耶和華，使我們勝過仇敵。感謝讚美你。主耶和華基播的神，你是勇士，使基甸和我們能成為大能勇士的主。讚美你。主耶和華馬基迪士金的神，你是聖潔的神，使我們成聖的神。感謝讚美你。主耶和華耶和華的神，你是主耶和華掌管一切的神，你的主權掌管萬物萬事。感謝讚美你。主耶和華沙馬的神，你是無所不在的神，無論我們在何處，你都與我們同在。感謝讚美你。主耶和華艾沙迪的神，你是全能的神，在你沒有難成的事。感謝讚美你。主耶和華蘇法的神，你是審判人的神，我們在基督裏再不被定罪。感謝讚美你。2. 願你的國降臨。感謝主耶穌，你是那位受膏者，聖經所預言的彌賽亞，所應許之大衛的子孫。你已經降臨在人間，不單是以色列的彌賽亞及王，你也是全人類的救世主及王。耶穌基督毀滅魔鬼及世人一切的罪惡力量和權勢，敗壞罪惡、咒詛、疾病與死亡。父神是天地之王，主權統治全個宇宙。主耶穌賜給我們救恩，聖靈的充滿、醫治、釋放、平安、喜樂和永生。讚美主。願神的國、主耶穌的王權掌管臨在我們個人、家庭、牧師、傳道人、長老、執事、弟兄姊妹、教會、家庭小組、主日學、團契、差傳事工、神學院、禱告山、城市、國家、政府、青少年、親朋戚友、鄰舍、同事。神的國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義、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。我們願意每個人首先讓主耶穌的王權管理我們個人的生命，以致我們能彼此相愛、接納、饒恕、互相鼓勵、造就、建立基督的身體教會，好使神的國、主耶穌的王權擴展，伸張至家庭、社會、城市及國家不同的層面。3.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天父，
求你幫助我們每個人願意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我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我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可喜悅的旨意。求神教導我們願意委身，信服神的旨意，在我們生活的大小事情當中，而不是偏行己路，與世界妥協。天父，求你打開我們屬靈眼睛，有信心，擴闊我們的胸懷視野，見到你的旨意要行在全地上，使我們有全世界的異象觀念。雖然世界上越來越多黑暗邪惡彰顯，但神的福音和神的國度要遍傳到地極萬邦，主耶穌才會再降臨。感謝讚美主，求主使我們成為一個熱心為主作見證傳福音的門徒，為着愛，不以自己的興趣、愛好、感受不方便之處而甘願付出時間、精神及愛心去傳福音，鼓勵關懷別人的需要，以基督的心為心，天天背起我們自己的十字架，為主而活，為主而死，好使基督復活的生命透過我們的身體彰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，結出果子累累，榮耀歸給主的名。4. 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。感謝天父，我們肉身上的需要，天父必會供應賜給我們。天父，求你教導我們每天要親近你，禱告你，使我們過着一個禱告的人生。因為神喜悅與我們相交，及樂意滿足我們靈魂身體的需要。我們要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我們了。天父，我們願意每天早上起來生活，就要相信依靠你，讓你的聖靈充滿我們，引導我們每一天的生活，使我們用信心眼睛看到主耶穌在我們生活當中與我們同在。求天父幫助我們每天生活，不要向神、向人發怨言、批評、論斷、消極的說話、思想和心態。天父，求你啟示我們認知肯定，你是耶和華以勒的神，你必供應預備我們每一天一切的需要，因為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，我們必不致缺乏。我們的神必照你榮耀豐富，在基督耶穌裏，使我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天父，感謝讚美你，銀子是你的，金子也是你的，我們願意不奪取所當立當獻給你的供物。我們願意聽道並行道，實踐神的話語而不得罪神，及虧欠了神的家有糧。我們願意明智地選擇福氣，而不是咒詛臨到我們身上。感謝神的應許如此說，萬軍之耶和華說，你們要將當納的1/10全然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，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，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天父，除了肉身物質及經濟上衣食住行的需要，我們更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，神的話語，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，叫我們因此靈性屬靈身體漸長，以致得救。主耶穌的話就是我們的靈糧，我們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主耶穌，求你也幫助我們學習你的樣式，我們的食物也就是遵行父神的旨意，作成他的功。我們的心聽了道，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田裏，並且忍耐着結果實，必能結出果實30倍、60倍並100倍的。求主給我們有勇敢的心，使我們的信心能積極地堅守和忍耐去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大賞賜和神所應許的。因為神是使無變為有的神。感謝讚美主，哈利路亞。5.
免了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感謝天父赦免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心靈和思想得着平安和救恩的喜樂。得赦免其過，遮蓋其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感謝天父滿足了我們心靈及思想上的需要。感謝主耶穌，你的寶血已洗淨了我們的良心，除去我們的死行，使我們能侍奉永生神。我們要侍奉耶和華我們的神，你必賜福與我的糧與我的水，也必從我們中間除去疾病。我們境內必沒有墮胎的，不生產的。你要使我滿了我年日的數目。求天父賜給我們有一個真正悔改的心，使我們能得着你的赦免，讓我們有決心改變心思，以致改變我們的行為與人生目標，對準神的旨意。天父，我們願意承認罪，棄絕罪，而回轉歸向基督，進入神的國。求主耶穌的寶血潔淨我們的罪，切斷我們的鎖鏈，使我們從多年的陋習、罪的捆綁得着釋放自由。求天父幫助我們，不要貪享罪中之樂，以致試探神而死在肉體和世界情慾的曠野當中，因而經歷不到神為我們所預備豐盛的人生。人若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那召我們的既是聖潔，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。天父，我們願意有小孩子一般單純的心，信服主耶穌及我們應要信服的人。我們願意以謙卑渴慕的心，受教於真理，以致我們的屬靈生命能成長成熟。天父，我們願意繼續不住的心意更新而變化，順從聖靈的引導和改正，使我們能結出果子。求主耶穌幫助我們敏感聖靈的帶領，使我們更認識聖靈和不會使聖靈憂傷及消滅聖靈的感動。天父，感謝你憐憫饒恕我們的過犯及愛我們，求你幫助我們亦要憐憫饒恕人的過犯及愛別人。我們謙卑去饒恕人，才能有權柄發出禱告。我們謙卑去饒恕人，才能有神的同在臨在我們中間。神亦會憐憫赦免我們的罪及愛我們。感謝讚美主，我們因着決心憐憫饒恕人的罪，而使我們的禱告大有權柄和能力，可以攻破惡者堅固的營壘及除滅魔鬼在人身上的作為。因為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，將各樣的計謀、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，使他都順服基督。6.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們過着一個聖潔、公義和正直的生活，好使我們勝過罪和撒旦。故此，我們要順服神，務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我們逃跑了。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。我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靠着聖靈，在聖靈裏隨時多方禱告、祈求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。天父，求你每天引導我們的生活討神的喜悅，讓你的話語、平安及聖靈感動，帶領我們完成你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和旨意。感謝你的信實、慈愛和大能，必能保守引導我們走在神的道路中。天父啊，感謝你對我們的保護，使我們不致受害。求主耶穌的寶血與聖名遮蓋我們和我們的家人，好使我們一生敬拜侍奉你。當信主耶穌，我和我家必得救。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耶穌得勝羔羊的寶血，捆綁、斥責魔鬼、邪靈的迷惑、欺騙、攪擾、攔阻及對我們個人、家庭、牧師、傳道人、長老、執事、弟兄姊妹、教會、家庭小組、主日學、
團契、差傳事工、神學院、禱告山、城市、國家、政府、青少年、親朋戚友、鄰舍及同事的攻擊工作，要奉主耶穌的名，耶穌的寶血被粉碎除滅。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耶穌的寶血捆綁禁止魔鬼邪靈的運行作工在人們心中，及奉主耶穌的名，耶穌的寶血命令魔鬼邪靈遠離神的子民和神的教會。我們願意信服神，務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我們逃跑了。哈利路亞！我們奉主耶穌的名，歡迎釋放聖靈的工作在我們個人自己、家庭、牧師、傳道人、長老、執事、弟兄姊妹、教會、家庭小組、主日學、團契、差傳事工、神學院、禱告山、城市、國家、政府、青少年、親朋戚友、鄰舍及同事的身上。求主耶穌幫助我們相信、倚靠你、信服你，好使我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神的美好旨意。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靈裏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。榮耀歸給主的名。天父啊，感謝你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，把我們遷到你愛子的國度裏。我們在愛子裏得蒙救贖，罪過得以赦免。我們亦深信天父必會拯救我們，從任何困境中得着釋放自由，免致我們被罪和撒旦吞滅。主耶穌，求你成為我們的力量，勝過罪及撒旦對我們的試探攻擊。因為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們成為聖潔，遠避淫行。要我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着自己的身體，不放縱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。我們要聖潔，因為你是聖潔的。人非聖潔，就不能見到神和神的榮耀。天父啊，感謝你賜給我們的恩典，我們信靠父神的恩典，並信服聖靈在我們心裏之動工，讓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身體裏面彰顯出來，活出神的愛和神的聖潔本性。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我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，全然成聖。7. 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天父，感謝你賜給我們榮耀，你的榮耀要繼續彰顯在地上，直到永遠。天父，感謝你，神的國在我們心裏，求你賜給我們有信心，讓你的話語使我們有信心，好使我們見到神，你的聖靈權能作為，好使我們見到神的國，神的王權彰顯在眾人身上。天父，你是滿有權柄的神，求你教導我們的生活充滿謙卑和信服，好使我們因着謙卑信服主耶穌，而有神你的權柄完成神給我們的工作。我們務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我們升高，因為高舉非從東，非從西，也非從南而來，唯有神斷定。你使這人降卑，你使那人升高。天父，你是滿有榮耀的神，求你賜給我們有一個敬畏神的心。我們敬畏神的時候，必能見到神的榮耀彰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。神啊，願你的榮耀光照你教會兒女的臉，好叫我們敬畏你，好叫我們敬拜侍奉你，而不要再崇拜侍奉金錢、事業、名利、權位等等。天父，你是永遠長存、永恆的神，求你啟示光照你兒女的心眼，好叫我們認知有永恆異象觀念，使我們雖然在這世上短暫寄居，叫我們能有智慧珍惜光陰時間，投資在永恆的獎賞而努力作工，付出代價侍奉神，而不是侍奉這個世界和魔鬼。讓我們不要作糊塗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因為這個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。天父，感謝讚美你，因為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實在。阿門的，叫神因我們得榮耀。
父神的應許是確實堅定的，求你幫助我們堅定持守我們的信心和信念，因為到了時候滿足，神必成就。但願頌讚、榮耀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權柄、大力都歸於我們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